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兔啊，观众朋友，指挥官陈时中确诊了后，咱即马看到王必胜、曾仁祥嘛确诊，中央政府嘛有疫情，伫即波疫情开始转好的阶段，望等大家继续经过艰难的时期。疫情最新发展，毋若是官员确诊，咱即马伫烦恼长照机构内底的老大人，因是高风险的族群，又搁是密集接触的所在，比外口高群聚感染。咱需要来关心长照机构疫情甲防疫，过来国外病毒新变种 BA.4、BA.5，有可能对边境开放3+4入来台湾社区。指挥中心罗一军讲，紧抓班总是会入来，伊是比BA.2搁较高团哦。加敢会伫即波疫情稳定了，搁引起搁再一波大流行咧。咱即摆知影，毋是讲自然感染好利就透动，是第2摆、第3摆染疫，嘛搁长病尾的问题，共款使人烦恼心。今仔日咱就来关心这个主题。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生医所何美香兼任研究员。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仁医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今仔日本土确诊增加68000吼，咱周间反弹比前2礼拜较少，不过咱今仔日增加3个儿童道系统发炎的病例。除了这以外，咱看到中央政府嘛有疫情哦，王必胜、曾仁祥4岁员吼，今仔日上新是徐国勇嘛确诊，即马。边境开放入境3+4要上路吼，国外拄好有 BA.4、BA.5这个病毒，可能会对边境开放入来台湾。过来自主防疫3+4这个4天的期间，若是快筛阴性会当出门这后4天的管理的问题，咱捌讨论过吼。咱今仔日会来讨论长照机构内底居民染疫的问题。总有3万外个长照机构内底的居民染疫，其中616个人死亡吼。咱会来讨论长照机构内底防疫的问题。染疫好利了后，可能会有头痛、脑雾啦、心情这个咱叫做长病尾的问题，嘛是咱今仔日要来关心的主题。但先，咱先来看指挥中心今仔日疫情记者会。本土病例是68939位哈，那境外入有26位，死亡个案有143位哈。的中重症有392例哈，其中中症占227，重症占165哈。而少的这个重症的个案部分，今天有新增5例哈，其中有3位都是多系统炎症症候群哈 ，MIS-C 的个案。那另外有1例是疑似脑炎，还有1例是这个细支气管炎哈。我们首例的青少年的 MIS-C 的个案是一个13岁的男性，没有慢性病史哈。那他在去年的9月跟今年的1月都分别有接种过1剂的这个 BNT 的疫苗。12号到14号之间哈，又在检出了有26例这个在边境这边从唾液的采检验出来的 Omicron BA.4 跟 BA.5哈，累积目前是31例，前3名是美国、德国跟西班牙哈，是无症状或轻症的情形居多哈。好，那针对今天上路的3+4的这个新方案，如果确实有必要提出申请来修改或更换这个前3跟后4的地点的话呢，那他要向这个自主防疫所在的地方政府来提出申请。那经过这个地方政府同意之后呢，那会请这个民众要签一个异动的声明书是以1次为限，不可以更换第2次。好，观众朋友，咱来看今仔日本土的疫情是增加68000个。咱看到各所在的病例，湘北甲桃园是渐渐在转好，人数上济所在出现伫咱台湾。台南是
要7000个，高雄是超过1万个吼。何老师，咱即马疫情的发展吼，甲咱进前1个月所讲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小可有相像。咱今仔日拜三吼是周间的反弹，反弹到差不多要7万人，总是比前2礼拜是较低。咱敢会当讲，即马疫情是真正渐渐在转好，因为咱即马看到上悬的人数出现伫南部，这结束了后，敢是都是转好的希望。是无毋对，我其实吼，我有一个分析的方法，就是讲咱用7天的平均，吼，你就一个写一个程式，真正创入去，伊就一直出来，伊就每一天就自动甲你用出来。你若安尼来看的时，你对即个趋势吼是一直咧下降的趋势，是绝对袂怀疑啦。是因为咱台湾即马即个期间，疫情即个期间。较无人走来走去，所以本来每一个即个县市吼，伊本来有偌济病毒，就遐个病毒踮咧遐慢慢咧传嘿对，所以每一个县市伊个行的即个时间无啥共款，北北基拢是较早嘛对无吼，桃园嘛是桃园甲即个宜兰嘛是较早，即马南部再慢慢啊起来。但是大家拢差不多拢咧下降，所以以这个趋势来看吼，是一定是咧稳当的在下降啊。当然即马因为看起来疫情咧落来对无？大家就搁较活络一点嘛，大家就搁较出来一点嘛。即款的行为吼，袂讲造成一个大的一个。坡度啦，袂讲安尼搁悬起来，搁称悬，袂讲称悬，袂讲称真悬，但是伊会互即个要落来的即个趋势搁较慢，会慢慢啊落来，所以这嘛是本来就是预测就是安尼啦。是，若是照老师的讲法，这个降落来的趋势较慢，当这时嘛是伫互咱的社会内底，咱的抗体的浓度较悬，敢毋是？会较悬，袂较悬，应该上尾会传染到的人拢是差不多，是伊的发生的时间较久一点嘛。即款的即个趋势对咱的医疗有帮助的，就是较袂讲一个时间大家拢遮悬。吼，互咱就无办法，咱的病床就无够，医生就无够，所以量能也有够。对，所以即马安尼是算讲袂歹啦，吼，即个趋势安尼是，我嘛本来就是想讲伊应该是安尼做啦。是。林秘书，最近有中央政府侪官员确诊的情形吼，咱看到咱到这个 Omicron BA.2的时期，咱的中央政府官员才确诊。若是看外国的经验，咱看到加拿大的这个总理 Trudeau， 还是讲英国的首相强生，因拢是疫情初期的时阵，就已经染疫。咱实在讲，做官的人，因的风险是比咱一般的人较悬吼，因逐工需要接触足侪人。咱的中央政府的官员。到即马才开始有确诊的状况，这敢会当掠做咱台湾防疫的成绩？我想是咧，伫病毒的面前吼，大家人拢平等啦。是，不管你好嘢人吼、善良人吼，拢共款会得病。那你指挥中心的人，伊爱四界去巡视嘛，伊也毋能接受啊。有当时病院嘛爱去啊，注射站嘛爱去啊，佫讲时常咧开个记者会，大家咧。做伙遐侪人伫咧内面，有当时真正若有一个确诊的，大家嘛是做伙传染嘛。是。伊拢是室内咧开的，毋是咧室外咧。是。所以我想是，即摆较对，当然表示讲伊防疫做了嘛袂歹啊啦。若无足早就爱对啊啦。吼。但是我感觉对也毋是啥物歹代志啦。吼。对着来讲，你若讲真正身体健康的人，你对着，其实互你咧。较安心，你就毋免搁行来行去，惊讲我搁当时搁会得，但是惊讲你本身有一寡慢性病，本身抵抗力较少的，这人才会惊啦。是。所以我想感觉，陈时中部长甲伊遐官员，我相信因逐个人拢做三针啊。所以因逐个人既然拢做三针啊，其实应该相对是足安全的啦。不过前几工，陈时中部长互人小可有烦恼，因为伊佫有食薰，心脏佫有装迄个支架。这对啦。
真惊啊啦！是，讲实在就是安尼啦。即摆咧劝人解分哦，上好的时机，吼。你食薰确实是染病吼较严重，啊，其实毋是干那奥密克戎安尼尔啦。你本身啊引起呼吸道感染的人吼，你食薰的人拢较严重，因为你食薰会破坏你的气管，甲你的肺部的组织嘛。啊，你的肺部气管已经有破坏了，你的免疫力会较降低，所以你若得到即个呼吸道的病，不管流行感冒也好啦。即摆迄个武汉肺炎也好啦，啊，佮其他陆个属个遐一寡迄个病毒的病，拢会引起较严重的症头出来啦。是。啊，所以但是咱部里迄阵是讲伊食薰食遐久啊，其实伊伫咧指挥中心咧开记者会，伊都无咧食薰啦，可能拢伫厝咧食薰咧啦。啊，另外一个年纪较大啦，伊60几岁嘛吼。啊，所以即两项应该理论上，伊敢若65岁以上，伊就本身有资格通咧食迄个抗病毒的药啊啦。是。哦，即个帕斯洛维的迄抗病毒药，伊应该有资格通食啦。我是毋知有食无，当然这是牵涉即个病历爱保密的代志吼。咱袂使死讲讲你有做啥物检查，又食啥物药啊，袂使后白讲。医生嘛袂使后白讲的，爱讲保持秘密。啊，当然是公众人物。应该。公众人物来讲，较无即个问题，理论上会当讲，但是因为这伊有食什物药啊，牵涉公共利益的代志较无遐济啦，所以嘛袂使后白讲有食啥药啊，无食啥物啊。医生若开药啊，互伊人嘛袂使后白讲啦，理论上是安尼啦。嘿啦，咱做医生的人，普通有即个保守秘密的迄个义务伫的啦。是。啊，但是我相信 ，no news is good news， 无消息就是好消息啦。目前为止无讲到伊啥物代志，所以表示应该无啥问题啦。是。哦，啊，佮讲。咱台湾的医疗系统应该对伊来讲是足好的代志，因为咱医疗系统还佫真健全，所以我相信若着病应该无啥物问题才对啦。啊，另外你看其他什物王必胜啦、曾仁祥啦、遐谢瑞元，因拢无啥问题哦。是。因可能较少年点啊，但是我感觉因谢瑞元嘛无讲介少年啊，你嘛是65岁以上啊咧。啊，迄个曾仁祥嘛。较少年点啊，王必胜佫愈少年。是。哦，哎，因真三个可能较轻的款啦，但是我相信因拢上无伊拢做过3针啊吼，应该我想是无啥问题才对啦。是。啊，若因若出现问题吼，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啦，因为表示讲做3针佫会发生啥问题，因本身也无讲啥物大问题慢性病伫的。哦。啊，你若讲安尼就会发生大问题，安尼嘛大家嘛惊着呢。是。啊，但是我有测啦，应该无啥问题啦。其实，阮咧做医生，阮咧看病人吼，确诊的足侪呢。是。啊，但是有问题足少啦。是。真正是有问题足少啦。阮逐工嘛咧看有确诊的人，即摆拢用迄个手机啊咧看病啊，即摆拢无咧面对面咧看病，拢用手机来看病啦。哦。做医生做遐久啊，也毋知影讲会当用手机啊来看病。是。啊，这是现代化的，现代的，即个有手机啊了，才有发生才有迄个工具来做这看病。啊，若无像较早，哪有即个什物的通看，上计电话敲开尔。那我都讲看了你面色好无，你会喘无，你都看无啦。是。哦，而且即摆现代即个电脑即个技术，咱才有法度做即件代志啦。啊，但是这也是一个，互咱即个世界啦重新吼，搁洗白一代，就是讲说较早吼，就爱面对面看病，较早根本嘛规定爱面对面看病，才要互你钱哦。你无面对面看病，你袂使开药啊，互病人哦。啊，即摆会使，但这是可能是暂时的啦。等即个疫情过去了，我相信佫讲，你来面对面看病，才会使，才会使用健保看病啊。是。啊，若无，我想是，你讲即个用这手机啊、电脑咧看病，嘛毋是咱台湾发明的啦。其实外国疫情咧厉害时，伊嘛是咱安尼咧看病啊，人足早就用安尼咧看病啊。是。啊，迄是咱台湾迄阵疫情无厉害，无即个规定，啊，即摆疫情厉害，咱就嘛是照外国的系统安尼咧做啊。是。好，望大家人吼，若真正确诊吼，拢紧好利，拢无代志。总是咱即马伫烦恼长照机构内底的老大龙，咱即马来关心新冠报道。提出秋帮指挥中心头一摆公布国内大数机构的着病情况，包括长照护理、精神照护甲社福机构等单位，为今年1月7日到6月12日为止，
当中有30420位住民确诊，中重症人数达到2665人。算医疗死亡方面，今仔6月份到12都已经有264人。确诊个案送医以后死亡的人数，从4月1号到6月12号的累计数是616人。那6月1号到6月12号的一些新增死亡人数是264人。台湾大数机构注明，着病死亡率是2%，超过整体致死率0.15%，也就是大约一般民众的13倍。因为住民年纪拢较悬，有医师呼吁爱对住民定期体检，以降低传染率加死亡率。也有专家认为，随着国内服药率提悬，高龄长辈死亡率会大大下降。抗病毒药物的使用以及医疗能量的回诊，我们将可以看到我们的年龄别在不同县市感染力即使在老年层也会下降。4月10日起，国内高风险服药率为56%，到6月12已经达到86%。指挥中心指出，这代表目前医师开药及时，佮量早投药，让住民会当顺利恢复健康，较袂转做中重症。如果高风险群的人都已经80%-90%已经给药了，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中照机构着病事件一波刷着一波。面对新变种病毒，机构人员各将面对一场全新的硬战。即马因此毋望指挥中心会当稳定供药，量早避免群聚爆发。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长照机构内底的统计的图表，咱看到这个空色的这个条是全国为正月初1到即马6月12的统计数字，这个青色的是长照机构内底4月到即马6月的数字咱看到讲中重症率长照机构内底是较悬8.76%，若是死亡率是2%左右，这比全国来比是10外倍啦。总是这个比较的方法，大家即摆咧讨论敢是小可有一寡问题。也秘书咱来看就是讲这个全国的平均是为正月统计到单，机构内底的资料是4月统计到单，这两个时间点都无共款。秘书讲可能无适合安尼比，敢毋是？对，应该这原因应该是1月到3月的时阵，伊无拖到遮的老人院，是，所以无老人院遮的资料。是，但是阮有全民的资料，因为迄个时阵有小可的咧拖咧给机场啊遐有小可的这个 BA.1 的这个疫情嘛，对。但是迄波就是过年以前的迄波无拖到老人院，是，所以老人院无需要用这个1月到3月的资料，这是正常的。对，佫有遮的老人院的遮的时大人，本来就是最脆弱的遮的这群人，所以因本来去染到遮的这 COVID， 伊的死亡率、住院啥物拢比别人更较悬，对，因为因年岁嘛足大的，这就是为虾米在大部分的国家咧拄有预防针的时阵，拢拍遮的人。是。另外就是讲，咱讲到讲。机构内底老大人，也是讲免疫力较低的人，伊本地就是高风险的族群。若是真正要做这款的比较，是毋是讲，比如讲机构内底老大人，伊的死亡率是偌济？全国的一个年岁以上的老大人，因的数字是安怎？是毋是安尼来比较好？安尼比较会较准啦，对吧？是有比迄年龄啊、年岁啊，还是有慢性病啊，是无慢性病，安尼来去比较的是会较准啦，对。但是伊讲啊嘛，就对的，因老遮的时大人需要定期去甲伊拍，对。毋管是一个月上少1摆的 PCR， 无就1礼拜2摆的这个快筛，其实是有遮的需要。工作人员嘛需要的。对，工作人员嘛需要。是好，林医师，咱来看台李建忠医师讲，伫这个长照机构内底确诊问诊的这个状况因为咱老大人可能其实甲囡仔人有小可共款，就是因语言表达的能力可能嘛有小可较退化，无法度真正确，也是讲准确量早
发现因的症状量早来确诊，这会影响到用药啊遮的问题吼。咱实际上伫长照机构内底，敢有即款讲确诊伤慢用药伤慢的状况？较早有可能啦，即摆是无可能啦吼。即摆其实长照机构因的营业足紧的，因若甚至其中一个人确诊，边仔人就搁来验验就赶紧，大家拢验无。其中有一个确诊着，其他人大家拢爱主动甲验无。是。若验有就赶紧用药但是我想长照机构内面的这个人我讲你去看觅咧，遐个人若毋是足老的。就是倒伫门床袂叮当的，有腰子病咧洗腰子的，无就是插管的，无就是插一个迄个对鼻仔插咧位的一个胃管，一大堆拢一大堆病的人，这个人本身就是问题足大的人，是糖尿病啦，什么肝炎啦、腰子病啦，什么一寡迄个什么细胞拢已经塌掉的遐个病一大堆嘛，无就中风的袂顶袂动的，拢爱倒伫门床的这个人本来着病就足严重的世界大国对一个国家毋是安尼讲，那迄个倒伫门床的，若着病，毋是拢较容易动症，较容易死亡。大国嘛是安尼。是。风台我来讲，风台第一遍头来遐个树若会倒的拢倒落第二遍佫头来了迄个倒来的树就较少哦。所以咱第一遍咧头咱即摆开始嘛，咱即摆开始迄个4月底开始，4月底开始了，一直咧感染，足侪人拢感染。不管你一般的人，伫迄个机构的人还是迄个伫迄个什物长照机构的人，内面拢传染着。是。传染着，遐个人本身就是足脆弱的人嘛，所以因若得了，因最容易动症，最容易死亡。世界大国拢共款，台湾嘛无讲毋是安尼，台湾嘛是安尼是。但是我感觉用药较无啥问题不管你两种，咱普通即摆咧用的两种咧抗病毒的药内面，帕斯洛韦的甲迄个什么莫拉皮拉韦即两种因要用药拢足紧的。哦。因较无啥问题啦，伊就若有得着，因要用，因为因本身就种有资格通用的人是。你看咱有资格通用这药的人是啥物种的人？65岁以上的人会当用。对。有糖尿病、免疫力较低的人、洗腰子的人。什么细胞塌掉的人、心脏病的人，这个人拢本身拢有资格通用药所以因要用药，简单足简单的代志是。甚至有一寡长照机构的人，因拢有派个医生甲照顾，特别的医生甲照顾。你若发生问题，我就马上开药互你，赶紧用。是。所以因要用药，应该无啥困难啦。但是你袂当讲。你有咧用迄个抗病毒的药你就一定无问题就一定拢无啥物代志，毋是安尼抗病毒药会当互你减轻讲你轻症变做重症的比率，但是毋是讲100%讲你若用抗病毒药你就拢无代无志，毋是安尼是。你若身体足弱的，你搁新生难救苦命人真正你若真正做问题，新生嘛难救嘛有是。所以咱用药是讲尽量。医生嘛无法度，迄个100%讲保证你拢无代志，但是伊尽量有当时你本来100%会过身的人，我互你变做可能剩60%，是毋是剩40%？但是事实上本来因遮的人就是较有问题，较脆弱，所以有时安怎讲因为死亡率比一般的人加悬10几倍，什么？迄本来就是这个代志本来就是这是正常的代志啦。是。当然咱是尽量爱预防，尽量预防。所以愈早用药愈好。万一若确诊，就爱用药。所以这机关内面的人遐照顾这病人的人，佮本身病人的人，你甚至会当逐工啦，还是过1、2工，就该验看有迄个快筛，就该验看卖。若有，即摆有就是确诊即摆毋免搁咧说 PCR 啦。当初较早是。验迄个快筛阳性了，搁爱去验 PCR， 确诊了，才会使用药。即摆无即摆已经变啦嘛。是。即摆对5月2日开始，快筛阳性就是确诊，就会当用药较早是快筛阳性，搁爱做 PCR， 确诊了，搁爱用药，迄阵就会延前去是，讲到用药咱即摆来看一个数字就是讲
长照机构内底用药啊的这个比率吼，为4月56%到5月76%，到即马6月吼的统计数字是86%。何老师，我即马有较巧啊，即款的数字我毋敢黑白讲伊的意义吼。咱看到伊愈来愈悬，敢是因为确诊的人本地就在增加，还是讲咱即马药啊有够额，医生较敢开药啊？毋是药啊，其实药啊对头啊就有够额啦。是。伊可能是开始的时候，我想迄人可能无遐济。吼，迄阵咱来看即个分母啦。但是即个用药啊，即个代志，你爱知影讲吼。疫情开始的时阵，咱就安怎讲？咱就讲长照机构爱顾好势，是，就是咱的老大人，因为这是聚集的老大人。那一个有，就几个会有，啊，咱一定袂使踮咧遐发生，因为一个发生，就死亡率会较悬。吼，这就咱本来就知影，这毋是看到这再来讲，安尼是应该，也是无应该。即款就是咱本来就是要预防的啦。啊，这药啊，这个物件吼 ，Paxlovid。伊的效果是偌济，70%尔，意思就是讲，我互10个人，才3个人会用好，才7个人会用好，3个人可能会有问题，可能有问题。啊，迄个莫拉皮拉瑞更少，吼，伊迄个有效率搁较低一点嘛。所以本来这药啊就毋是100%，本来咱就是讲上好就是莫去传染着，尤其这个老大人，咱会当甲伊保护好势，就甲伊保护好势。啊，伊即马可能伊真紧，就是即个药啊嘛，毋是讲你若无镜头就爱用，你嘛是爱有一点仔镜头，就是讲即个机构内底有人确诊啊，有人有破病啊，有确诊了后，你才紧去看其他的人吼，看是啥物代志，啊，甲注意。是。啊，当然，时大人吼，可能伊的镜头较无遐明显。哦。所以你就爱甲注意，尤其是讲。伊可能是一个糖尿病的人，啊，伊即马传染着了后，伊的镜头是啥？伊的镜头是伊的血糖飙高。哦。对，伊无一定是互你你的迄落就是咳嗽啊，啥物货。所以最好就是讲每一个，伊就是正经迄个即马即个机构内底，正经爱有医生一个甲伊顾啦。哦。因为本来即个。Omicron 的这个病吼，就是真轻症安尼。哦。轻症归轻症，但是你若有病毒踮咧你的喉头，你家己复制的时，踮咧咧繁殖的时，你的身体嘛是会甲伊反应啊。啊，可能引发别种的。对，所以这就是一定爱注意，对这个时大人爱真注意安尼。是好。啊，若是咱确诊好利了后，咱即马有一个长病尾的问题，咱先来看报道。台中一名56岁罗先生本身有食薰的习惯，前一阵仔得新冠肺炎了后医好，但是有原有咳嗽的情形，叫是长新冠的症状无去注意，但是袂堪的大家各样的眼光才来就医，无想到 X 光加断层扫描了后，却发现倒耳顶半部有一个2.5公分的空洞，原来是肺痨，唔是长新冠。肺部产生了空洞，咳道已经破洞，接下来可能会有咳血，甚至结核菌也会跑到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造成身体的虚弱、体重减轻甚至以其他的病变。医师表示，长新冠常常出现的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胸腔杂杂，有2.5%的人，伫咧确诊1年了，有原咳嗽、甲肺痨的症状病情真小型，只有透过仪器检查才会当分辨。另外一位35岁老师是伫咧确诊医好了，逐工亚线、胸腔杂杂，甚至上课讲话拢真食力，肺活量不足。中医师判定是痧气入侵了虚弱的症状，符合长新冠的特征，决定以黄芪、党参、百合、枸杞等等的中药来调理。吸不到气，口干，常常都觉得自己身体热热的，那你就有可能是气阴两虚的患者。平常呢，可能就可以使用一些百合啦、银耳这样子养阴的食物，然后胃口不好啊、大便偏软的，那你就有可能是脾肺气虚的患者。那平常就可以使用一些黄芪啦、党参、茯苓的药品，去做炖补。两个案例伫咧积极治疗了，患者已经慢慢恢复健康。医师提醒，无论是毋是长新冠，有真侪症状甲其他的病症拢真小型，建议民众交予专业的医师来判断，以免拖延着时间，造成无法度挽救的结果。记者台中报道。
好，观众朋友，咱看到报道内底吼，所讲的是更较严重的问题，煞互人当作是肺炎的病尾。啊，这个肺炎长病尾是啥物款的问题咧？就是讲你染疫好哩了后，长期受到伊的症状来影响到你的生活，这个期间可能会1个月到几啊个月吼。啊，有啥物款的症状咧？咱来看，有头痛啦，人会痠啦。困袂去啦，也是讲你注意力无集中，全身会痛，塌鼻、流鼻水、扫遮的症状吼。啊，咱有这个长病尾的问题吼，咱研究讲，可能是有3个原因，就是讲第一个是病毒造成的伤害吼，就是你的细胞纤维化，另外就是你住院的期间，致使你的筋膜无力啦，你的体力。变做较弱，过来是好哩了后，即款的病尾吼，就是讲人生你记代志的能力较差，也是讲会袂喘气遮的状况吼。叶医师，咱讲到这个长病尾的问题，事实上遮的症状是一个咱讲研究讲无特定的症状，就是讲毋是讲遮的拢叫做长病尾，也是讲所有的拢会有咱。做致使长病尾的原因，咱即摆事实上嘛无确定吼。针对这个问题，咱应该安怎来看？对，即摆无讲足好的研究，甲阮讲遮的原因是倒几种原因造成遮的问题。所以你看英国遮伊有一个通报系统，你家己会使去通报，讲你有遮的镜头。遮的镜头，遮的通报这个系统哦，抓到差不多200万人的英国人，3% 的遮的这个人口的总数，讲因拢有遮的问题。那下面镜头咧，大部分是疲劳，个会喘差不多1/3，会扫差不多23%，个这个筋骨会酸痛。对，71%的人讲遮的镜头是会影响到伊个每一工的遮的生活。对，是啥物人有较侪有遮的遮长病尾的人呢？大部分是差不多35岁到49岁遮的人，查某比查某搁较侪，搁有一个较重要的原因，因是较这个收入较低的人，在社经地位搁住咧较无好的遮的地区的遮的人。较侪遮的人有通报出因有遮的长病尾，是咧遮的社福卫生教育遮的工作的人，搁有慢性病的遮的人，拢是较高风险的遮的族群。所以你若看遮的这个叙述吼，其实遮的资料会使讲无讲介准。因为遮的人其实因拢有足侪人有这个慢性病，因。大部分每一工拢爱啉足侪酒卜足侪薰来去，互因较快活受惯。所以遮的人其实每一个人去到你的诊所还是你的病院的时阵，因拢讲恁每一工因拢足疲劳的，每一工因拢感觉压力足大的，无法度。注意力无法度集中，所以有一部分的遮的资料其实是无讲足清晰的资料。叶医师，你的意思是讲，在统计资料内底变数伤侪。变数足侪，对。敢若是这个礼拜一症候群每一个咧做工课的人，礼拜一去上班的时阵，你拢感觉足疲劳的，对。对，所以为着爱解决遮的问题，英国都有遮的研究。结果还未出来，但是因的研究的设计是足水的。React 1、React 2是咧看你社区社区遮的感染的情形。React G1就咧看遮的有遮的 Long COVID 的人有啥物基因的 marker 会使看。因有啥物的遮的 biological markers 是甲别人无共的。遮其实是足重要的，来去看啥物人。有较侪的风险来去染到这个长病尾，用体质去看，对，看是啥物体质。另外一个研究是来观察，用这个较严谨的这个实验设计来去看遮的人，啥物时阵出现遮个镜头危机偌久，用较客观的方法来去看遮的人，甲遮的数字甲资料甲伊创出来，阮才会使解决。进前阮遮的问题是，何老师，你敢有想要补充？
因为吼，你甲叫做长病病尾对无？即个你想看觅，全世界有几亿人已经传染着，啊，长病尾因为有一定有一个趴数吼，大家拢有，所以每一个位做研究，伊看的啦，无啥物共款。但是即摆咱上重要的，拄啊，迄个叶医师讲的遐吼，拢着迄是英国人看着。啊，你若去别位做，你看到的佫无啥共款。但是所以咱即摆对长病尾即个观念，咱就要来想讲，迄到底是安怎？上重要就是讲长病尾即个物件吼，伊是甲病毒的变异株可能有关系。所以头一个咱来看就是讲，咱来先爱甲 Omicron 跟其他的甲伊分开。是。因为 Omicron 本身吼，伊就无啥会去传染着，会攻击身体别个位，伊敢若咧上呼吸道。你若有注意风射，啊，你若是少年人，你若是健康的人，有注意风射，一定是拢咧上呼吸道，伊无啥会去其他的位。咱即马回头去看吼，长病尾即个物件是正经的，伊若有去你若有讲你有误脑，你头壳无戆戆，你一个器官你来甲分开，你若头壳戆戆的，你用迄个MRI 去看，你就有看到位，伊会就无正常的位。啊，你若去看，你若有心脏的无正常的跳，吼，你去甲看，伊嘛是有甲伊迄落影响着。所以咱即马所有的医学的即个看法是有两个上重要的机制吼，来影响着长病尾，就是讲一个是发炎。吼，慢性的发炎，这个病毒因为会当透过这个血管内底的这个、迄个内底迄个 lining 吼，迄个表皮内表皮啊，会去传染着，所以伊若会真早英过遐个什物武汉株啦、Alpha、Delta 株，伊拢会走到全身的真侪位去，你无啥物镜头嘛是会去。啊，即摆去了，伊就有一寡留一寡迄个影响力遐。老师，你手头敢有较早的病毒，甲即摆Omicron病毒长病尾的资料比较？无共款，因为比较我有看到，有两三个资料，一个是日本人做的，啊，两个是英国人做的吼，就是讲伊敢若去算讲Omicron 甲英国差偌济，啊，尤其伊即摆咧算的时阵，就是剩 Omicron 甲 Delta 嘛，所以伊就讲 Omicron 甲 Delta 伊的即摆长病尾差偌济的时阵吼，伊就踮咧日本人，反正结论就是讲吼 ，Omicron 一定拢较少的啦。是。啊，咱嘛知影讲 Omicron 的即个镜头大部分吼，拢是即个上呼吸道。真无舒服啦，因为咱虽然讲伊是轻症，但是有的人是真严重的轻症，伊迄个喉头很不舒服，爱会痛吼，爱咳得蛮厉害的。所以你若安尼来看的时阵，其实咱知影讲Omicron应该是长病尾人袂遐济。是，咱即马请叶医师啊，甲你的资料互观众朋友看者。这应该是何老师讲的资料，我想讲嘛较会使。看起来，所以遮有做这拍两剂这预防下的人来比较，在 Omicron 甲 Delta， 啊 Delta 的人是 Omicron 的差不多是2倍，会有这个长病尾，所以长病尾其实是甲这个症状的严重度成正比。就是讲以早的病毒毒性较悬，会影响到咱的身体，残面较侪。这个长病尾的状况就较接出现。踮咧迄个伊同样迄个研究内底，即马叶医师无提出来一个上重要的，就是讲伊去看的时阵，迄顶头迄个较悬的咧是 Delta 对无？你即马若有注意风射的 Delta 的人，伊就加落来啊。所以预防射真重要。即马咱来看一个，我嘛是不管安怎讲，咱爱来注意风射。即个吼，就是讲，即个就是。这嘛是几落10万人，几落100万人。即马咱看就是这就是几千人内底，伊会减偌济人。这每一个吼是无共款，头一个是死亡，第二个是
任何镜头，第三也是第四个吼是血栓。我拄仔讲一半，就是讲除了发炎以外，另外一个是血栓。这个真重要的是讲你的血无啥正常，那个会让你一直在那边发炎。所以这个是每一个拢较检出来。这就是讲吼 risk 拢较低，所以但是这是当时做的，这是2021年做的，所以跟奥密克戎无关系。所以咱即马知影就是讲，咱莫家己来惊家己，咱就知影讲，咱即马台湾是奥密克戎，咱应该爱真感恩啦因为你即马去看英国遐个病毒。正经拢无啥好，无啥不友善，很不友善。伊会当做足侪有诶无诶代志，对你足无好势啦。所以，我感觉上重要一款 message 就是讲吼，你若有注意风险，你迄就较少。Omicron 甲英国诶病毒无啥共款，对长新冠诶即个长病尾即个发生率差真济安尼。搁第三个就是讲吼，你若起码是英国做的，你若因为英国遐个病拢较真严重嘛，真济人拢真严重安尼，所以真济不共款真济无共款的镜头拢有的时阵，伊就甲遐个人找来，互因一寡叫做你会当甲伊讲是健康食品的意思，内底差不多有5项植物的萃取物啦，什么包括什么姜黄啊，遐个物件，就一半人食，一半人无食。迄拢是啥物物件？迄拢是抗发炎的，就是抗发炎的物件。你甲伊互因的时阵，遐个人的镜头就较缩短，就较好，较早好势。搁有长辈咩？搁有什么货？运动，伊个你若会当运动，你若毋是讲你的。肺内底因纤维化，你正经无办法啦。迄运动的耐受力拢无，袂当叮当啊。你著爱慢慢运动，运动你的肌肉会当刺激你的免疫力嘛是会当，互你恢复较紧的。这是大家拢有咧研究，一个无讲真济，但是你做这个代志对你无啥物歹处啊。若有好处的时阵，你就趁着啊，对无？所以本来做这个去运动啦，去食这个较健康的物件，本来就是好的代志啊，对。咱就爱安尼想，因为你若爱等到讲科学互你100%的证明讲安尼较好，安尼较好，咱无办法等遐久啦。所以咱爱用平常的普通常识，看科学有啥物资料，安尼就罔看，大家来研究来进行。林医师，你诊所敢有拄到这款状况？有啦，我讲咱普通是安尼嘛，你得病了，你爱用管理处7天嘛，第8天你就会当出来啊。出来了，足侪病人嘛是讲，我搁咧扫呢，有当时搁咧脑外摇呢，安尼。困了无好势呢，头壳疼呢，有当遮疼一下，遐疼一下。我讲无要紧啦，这咱得病了，本来就毋是讲你7天了，就拢好势，就拢完全无代志嘛。普通是安尼啦，你若得病愈严重的，你普通即个长病尾会较厉害嘛。本来这是正常的现象嘛，毋是讲干来武汉肺炎较有即个现象啊，流行感冒嘛是安尼啊。有当时有人得流行感冒得了，扫1、2个月嘛咧散嘛有啊。你看一般的病毒嘛是拢共款啊。你普通有当咱伫病住院的人，有当时较严重，有当时你有当时大1、2礼拜出院了，你讲敢就完全拢好啊？嘛无啊，嘛是有一寡病尾伫遐慢慢恢复嘛。一般来讲囡仔会较容易恢复，就是囡仔的恢复能力较悬。你看你囡仔咧学啥物代志拢较紧，囡仔。伊当咧发育，所以伊一寡要适应这个环境较紧。咱大人咧，骨头长起来安怎？得恢复拢做慢的，囡仔较紧，就是安尼来啊。所以是安怎大人较有这个镜头，囡仔较无，就是这关系。佮讲大人都空思梦想，都甲受东受西想拢袂了。囡仔拢无咧受东受西，有通佚佗就好啊，伊都无咧管。你愈莫管伊，愈较紧好。你若一直逐工咧想讲，我安尼钓着了。毋知佫有伤着到啥物所在无？这烦恼这烦恼这烦恼东烦恼西，困了袂好势，你哪会恢复？
你着较慢慢才会恢复啊。嘛有可能我拜一无想要录影，啊，我甲当做长辈尾。对啦，我是讲吼，你若真正对了，你莫想东想西。你想的想，你若法度做的代志，想想照常恢复你日常想，莫当咧想东想西。是。吼，伊本身就是慢慢咧好，你想看卖嘛。当你的气管、你的肺部发炎了，还是你讲你的什么身躯的器官组织有发炎了，伊本来就是慢慢恢复嘛。本身有一寡已经有破坏掉的，咱慢慢再甲补充，会恢复嘛是爱时间嘛。是。所以这长辈尾的代志，咱也一直甲强调长辈尾吼，大家人都咧想东想西，都甲咱想长辈尾想袂了，愈来愈侪人讲我哪有长辈尾？哦，我咧快咱免上班无，免看有当免上班，阁有一人谈无。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新的变种的病毒吼，是 BA.4 甲 BA.5。这个新的病毒是安怎出现？咱看到讲这是 Omicron 病毒的变异株吼，今年的年头出现伫南非，探到英国，探到美国，咱台湾的状况吼，即马伫境外拢总冻31例，是讲无本土的案例啦，总是指挥中心讲这是跟蛇蔓一定会入来吼。伊的症状事实上，甲咱的 Omicron 实在是足相像的，都是讲去气管的感染、头痛、脑后痛、拍骹像流鼻水遮的。另外，伊这咱特别爱来讨论吼，就是讲何老师，你之前有捌讲过吼，若是注预防射，搁自然感染了后，你的体内的抗体会较强啊。咱即马一般的社会，甲伊当做，甲伊叫做无敌星啦，就是讲有咧拍电动的人较了解哦。毋过咱知影讲，即马若是自然感染。Omicron 了后，搁好离，嘛有可能搁得到 BA.4 甲 BA.5。这个变种吼，伊的传染力搁较悬，毋过重症率甲死亡率是无较悬啊。何美芳老师，咱看这个 BA.4、BA.5，咱敢需要做烦恼，因为看起来伊虽讲是变异株，毋过无真严重。对，咱爱看一下吼，你拄仔就已经讲啊，伊踮咧南非吼，这是南非的遮个病毒，一个病毒吼，所以你即马看的时阵，伊顺1月份就出现啦，但是迄阵吼就是 BA.1 伫咧遐，伊袂当甲伊无办法甲伊比赛，意思就是，所以无办法甲伊比赛，意思是讲伊的传染的即个能力无较悬。哦，绝对的无较悬，踮咧迄阵的时阵，就是讲，就是讲传染的时阵病毒量的无较济，还是讲伊即马造出来的时阵，真容易过去传染另外一个人，伊迄阵无办法甲伊比，所以伊嘛是慢慢啊来。伊即马是安怎？伊即马会较悬起来，踮咧南非就是遮开始，4、5月时阵才开始，迄阵就是讲，本来注预防射的人，伊的抗体就咧开始咧落来啊。本来传染着的，吼伊即马 BA.4 甲 BA.5 吼，伊是啥物无共款？伊上济优势就是讲，伊的免疫的能力吼，伊逃避了，就是讲本来迄个抗体就对我就无办法啦。是，所以伊就是伊的优势就是踮咧遐，所以伊即马开始，伊差不多大家看，因为大家拢有注了射嘛。大家嘛有人添人着，但是在即即马差不多，伊的优势差不多才1成尔，1成几尔啦。咱若注预防射对伊到底是有效还是？当然是有效。你看这是南非的资料吼，南非的资料是讲，伊才开始 BA.1 伫遮开始，即马后来的 BA.4、BA.5 出现的时阵，即马伊去找一寡人讲，伊注了预防射了。搁互 BA.1 传染着，伊就去看讲，伊对 BA.4 跟 BA.5， 伊是伫咧遮这蓝色的。你若无注意防射的人，你互 BA.1 传染着，你的迄落抗体敢若伫遮，较低，差不多差5、6倍安尼。所以意思就是嘛是共款，虽然伊这是真简单的一个研究的设计吼，但是嘛是甲咱讲，你若有注意防射。有 BA.1 的传染，你就对 BA.4 跟 BA.5 有一点仔保护，是无讲真济，但是有一点仔保护。所以
你若拢无注意风险的时阵，你根本就一点仔保护都无，因为差足济啦。哦。因为主要就是，咱即摆吼，咱即摆来讲，咱逐工拢咧媒体听到无共款的即个文章讲哦，科学安怎做，研究安怎做，有一个大家拢甲你讲，即个因为 Omicron 伊传染人的时阵，伊所迄个是一轻症，轻症就是讲干那上呼吸道感染，即款的感染吼，无啥会当刺激你的免疫力，无啥好。这是正经的，所以你若干那这吼，干那传染，啊，佫无啥物镜头吼，啊，佫无啥物轻症迄款，你可能对你这是无敌星星，无啥物无敌星星。但你若有注意风险，你就无共款啦。哦。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讲一定要来注意风险，然后你才会当甲这个面对面，甲 Omicron 面对面。啊，即摆这个 BA4、BA5，这个病毒吼，主要是 BA5 啦，BA5它较传染较悬、较紧一点嘛。是。伊无重症，所以意思就是讲，你互伊传染到 BA4、BA5 或是 BA1、BA2， 拢无啥物差啦。哦。所以即阵我今仔日咧，我有听伊直播咱的指挥中心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吼，我就感觉讲，我有感觉着讲吼，即个记者拢足紧张的，一直咧问，你即马遮个人无甲关好势，你会出来会传染着机会偌济，大家拢真惊讲这 BA4、BA5 会进来。其实即个观念吼，就爱小可改一下。咱爱知影讲 BA4、BA5 甲 BA1、BA2 是差不多啦。哦。应该是差不多。啊，你若对病毒演变的这个流程来看吼，新的病毒传染着。伊会当保护老的病毒，老的病毒传染着，伊袂当保护新的病毒。是。这虽然点咩 BA4、BA5， 但佫无像，我们还没有证明说传染的 BA4、BA5 可以保护 BA1、BA2， 还没有证明这个。但是咱对啥物话，对流感，咱就知影讲有这个现象。是。应该这个嘛是这个现象。是。会有佫较强的无得性吗？嘛袂使安尼讲，因为伊演变就是新的就是逃避旧的嘛，是，所以旧的一定没办法保护新的，伊刺激的免疫力就是被逃避掉了。啊，新的它一定可以逃避它，因为有真侪共款的物件，真侪共款的抗原啊，有共款嘛，是当保护啊。是，叶医师啊，那安尼讲，咱敢需要烦恼讲，伊伫这波疫情转好了，搁再引起另外一波的大流行。对，阮即马就来看啥物是 BA4 甲 BA5， 伊是有这两个新的物件，比较起 BA1 甲 BA2， 但是其实 BA4 甲 BA2 较小型啊，对，其实无讲差足侪。那英国的资料其实即马上新的资料是甲阮讲 BA4 的传染性甲 BA2 其实无差足侪。哦，对，啊，搁有恁即马阮就来看南非，因为南非是这个 BA4甲 BA5的故乡啊，对，阮会使看一个是发生啥物代志。像这波是武汉株，加是 Beta， 因是有 Beta 啊，就细波的这个 Alpha， 因是 Beta 为主，啊，甲 Delta 啊过来加都是 Omicron。所以你感染到遮的物件是无法度保护你遮会传染啦，因为这差就多。那预防下甲遮的病毒嘛，应该较小型，所以预防下过了一段时间嘛，无啥物好。但是5.7咧罗副署长讲的无敌星星，其实是讲拍满预防下，佮加 Omicron infection。是。对，啊，这个定义我们来搞清楚。所以你。无敌星星唔是讲你感染，唔是感染到 Alpha， 佮加预防下因无效，是讲拍你满预防下感染 Omicron， 这叫做无敌星星。好，啊，何老师的资料嘛是甲阮讲的，感染到 Omicron 加这个预防下，其实是对 BA4 加5是有保护力。就阮来看这个南非是发生啥物代志，即 BA4、BA5 有小寡的庆管。但是足紧就落落去啊！哦，所以因即马嘛无 BA4、BA5 的问题啊，对。啊，阮来看，结束啊？结束啊，无就是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即卖是因的寒人。哦。对，天气甲温是颠倒变的。倒变。是。对，啊，搁有你看这 ICU 嘛无差嘛，小可波动嘛，安尼啊，死亡的人嘛是病的。叶秘书，你讲 ICU 是重症的人，重症的人是病的，啊，死亡的人嘛是差不多病的，所以无敌星星当然嘛是有效啦。是啊，林秘书敢有要补充？我就是大家免惊啦，你想看卖 BA1、BA2、BA4、BA5，因拢兄弟姊妹啊。啊，若无就唔免叫做 BA1、2、3、4，就免讲即个嘛，就是有亲像的所在拢属伫 Omicron 的内面嘛。是。啊，所以其实咱若感染其中一种，咱对其他的兄弟姊妹加减嘛熟悉啊，嘛捌你啊。免受烦恼的意思。对，免受烦恼。咱烦恼是烦恼，伊变做佫无同款的物件出来。比如讲，伊即摆拢叫做 Omicron， 万一若有一天变做什么叫歹啦，什么碗糕蛇出来，迄阵吼，迄个变化足大，有当时真正咱过去着无效啊，咱重新佫感染。啊，若目前来讲，你佫感染你其实你的抗体愈来愈悬，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弱，所以我想咱免惊遐济啦。BA4入来，紧慢的入来，但是咱就